近日我睇到有中國 YouTuber 上載新疆嘅影片，睇住啲比我細成10幾年嘅後生，佢哋展示嘅畫面，講嘅觀點，老實講，我真係冇乜認同感。但係嗰段片勾起咗我20年前嘅一段經歷。2018年，外媒第一次爆出新疆有集中營，好多人懷疑、否認，但我想講一句，我信外媒。因為我曾經就係被送去集中營嘅人。你以為中國集中營係2018年先開始嘅？唔係，遠比你諗到嘅仲早。中共一直否認，話嗰啲係教育培訓機構。咁我想問一句，如果真係教育，點解要限制人身自由？嗰啲唔係教育，嗰啲係拘禁，係剝奪自由。共產政權最叻嘅就係美化邪惡。有判決嘅送監獄叫勞動改造，冇判決嘅送監倉叫勞動教育。而且佢哋仲會一本正經咁同你講，法院判你係敵我矛盾，差佬直接拉你去關，係人民內部矛盾，我哋已經係優待你啦。你知唔知國際上有個條約叫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，入邊有一條好重要，冇法院公開審判，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，但中共到依家都拒絕簽署，所以佢哋仲可以堂而皇之咁踐踏人民。當世界聽到集中營，好多人會諗起納粹同猶太人，但好少人知道中國都有集中營，而且更加隱蔽。佢哋唔需要法庭，唔需要證據，只需要一個處級警察嘅行政命令，就可以令一個人從地球上消失。而我被送去嗰個地方，比勞改、比勞教更加隱蔽，好多中國人甚至連名字都未聽過。今日我唔會講太多，我淨係讀一段我20年前寫低嘅日記。凌晨5點，差佬幫我戴上手銬，壓住我同其他人上囚車，睇住城市嘅街道慢慢離我遠去，我心入邊不斷問自己，由呢一刻開始，我係咪會就咁從世界上消失，無聲無息，人間蒸發？我捉住囚車鐵欄，咬牙切齒，望住窗外，心入面成土火。我點會甘心？我唔甘心。至於你問我最後點樣出返嚟，呢個係下一段故事。